大家好，今日2026年嘅5月26號，剛剛過去嘅週末長假期，有兩單新聞都涉及中央。一宗係宏福大火災民就喺單位掛上咗感謝中央政府嘅橫額被消失。另一單係香港人嘅太空夢成真，同樣咧都涉及4個字，感謝中央。同樣感謝中央。背景同埋引起嘅反應，佢係兩個極端。對上個星期六，神舟23號飛船發射升空，執行國家航天任務。飛船載有香港首名太空人黎嘉瑩。佢出發之前表示感謝國家同埋特區政府嘅支持。黎嘉瑩並非講下啲客套說話，佢能夠飛上天上，全因2022年中央將航天任務向港澳特區開放，首次喺港澳地區選拔載荷專家黎嘉瑩，最後就被選中，佢感謝中央理所當然。黎嘉瑩上太空嘅新聞喺過去幾日嘅主流媒體鋪天蓋地，為新一浪愛國主義教育推向高峰。佢喺出發之前多次公開表示感謝祖國，提及要心懷家國，同埋希望香港青年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等說法，完全配合中央2020年後對香港嘅大策略。一方面加強灌輸維護國家安全意識，另一方面加快全面融入國家發展。5月23號，官方就正式宣布黎嘉瑩成為參與飛行任務嘅航天員。新華社形容任命充分體現咗國家對港澳嘅關愛同支持，係新時代一國兩制成功實踐嘅鮮活例證，必將進一步引導港澳同胞厚植家國情懷，推動港澳更好融入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亦都體現咗國家對港澳科技界嘅認可同埋肯定。黎嘉瑩就被捧咗上天下，宣傳重點主要就係1中央關愛同支持，2一國兩制嘅優勢，3香港人科技嘅強項。香港一直係標榜金融、貿易、航運、旅遊等什麼幾大支柱，近年就大談創科。黎嘉瑩被選中坐上神舟23號飛船，香港再掀起航天熱。行會召集人葉劉淑儀就話，甚至話會建議政府應該藉今次嘅契機，盡快成立航天經濟辦公室。立法會嘅創科界議員邱達根仲倡議設立呢個航天專員或者辦事處，統籌同埋整合香港本相關嘅資源，爭取更多航天項目落戶香港。繼港人上太空夢，香港再發航天經濟夢會唔會成真？中央支持係關鍵。同一個週末，宏福苑大火嘅災民繼續返屋企執拾物品。有住喺宏昌閣低層嘅陳氏姊妹同家屬一同穿上印有原址重建嘅白色上衣上樓，咁就表示堅拒向政府出售呢個業權。佢哋上樓之後，喺屋企嘅窗前懸掛咗多幅海報橫額，包括感謝中央政府、南無阿彌陀佛、原址重建、爸媽永遠愛你等。記者嗰日下晝再去返現場，發現感謝中央政府嘅橫額零零舍舍係唔見咗。個妹就話冇特別補充，
自己只係簡單表達心意，其他嘢已經理唔到。嗱，宏福苑大火造成168人死亡，民怨彌漫，感謝中央呢個橫額可能令人產生負面嘅解讀，被消失並不意外。宏福苑大火由發生涉及嘅屋宇維修工程同埋政府監管等工作，以至防火救災同埋災民安排等善後嘅安排，全屬香港內部事務。當中唔少極具爭議、矛盾尖銳，但係亦都只係屬於政府同居民之間，或者居民之間，呢個同中央無關。災民掛上咗感謝中央政府橫額，佢哋冇向記者補充橫額消失，既有一種神秘感，亦都令人感覺到並唔意外。中央同特區政府多番警告，提防有人以災亂港，亂港被視為破壞一國兩制。宏福苑大火被形容為人禍，一句感謝中央政府，容易惹起猜測、想像。所謂感謝中央政府呢啲說話，喺宏福苑事件都真係可免則免。至少係有啲人咁睇。回歸之後，民調顯示香港人對中央政府同領導人嘅信任程度同觀感係趨向正面。2008北京奧運同埋汶川地震激發咗香港人嘅民族感情。熱情過後，內地發生咗一啲負面嘅事件，佔中等事件，令到中央同港人就普選問題嘅矛盾激化。反修例風暴之後，中央銳意增強港人嘅國家意識，加強大灣區融合。黎嘉瑩出身警隊，中央高度信任，係被選中嘅重要因素之一。佢嘅航天任務極具政治化，喺社會上引起兩極嘅反應，有人感到興奮，充滿希望，擁抱夢想，亦都有人並無感覺，亦不存幻想，更加有啲人將佢同特區管治缺失都算到中央頭上。佢哋會諗感謝乜嘢呢？今日講到呢度，多謝大家收聽，請繼續喺平台 comment、like、share，拜拜。